我跟大家很简单报告哈，我们在台南这一次这个仗啊，有可能到最后登记了以后，会有多于蓝绿啦，各一位可能会超过2位以上的候选人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这个阶段的目标，我们要把我们国民党蓝军的支持者能够先把大家呼唤团结起来，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台南，只要我们拿到第1名就很可能当选。但是当然大家觉得说，哎呀，高师傅你讲这个不是废话吗？拿到第1名当然当选了啊。我们这一次这个情况因为有可能是这个2组以上、3组、4组的候选人所以我们蓝军最重要，如果恢复我们在台南市正常的我们的一个竞争力我们就很可能可以在多组候选人里面能够当选。比方说，我们这一次如果拿到4成到4.5%的这个选票，这个就会非常有拼的，这个就非常有拼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要呼吁我们蓝军国民党的支持者，大家能够踊跃的用最大的能量出来投票，不要重蹈我们几年前的一个覆辙，就是我们很多我们蓝军的支持者，因为对于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代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大家很失望，很多人都没有出来投票。所以我们上次在这个4年前的选举，还有2016的选举，我们都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失败。我们这一次情况很不一样，只要我们恢复正常我们在台南市的水准，而这个水准我跟大家报告，绝对不是我们4年前所讲的那个3比7的这个状况。我们那个是国民党最低迷的情况，我们有3成的这样的一个选票，但是这一次不是这样，我们是要从4成往上冲。这个部分，高士博自己会去做最大的一个努力。我希望能够恢复我们国民党在台南正常的一个竞争的水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一次就有可能可以在几组候选人里面，我们可能可以获得当选。当选以后，国民党过去在中央或地方的执政做的对不起大家的地方，我们会来做最大的一个改进，包括我们台南市政府，如果将来是高师傅来主政的话，我们会帮助各位长辈、各位前辈，我们会用市政府的力量帮大家负担起将来在退休金改革大家被砍掉的这些退休金，我们会用市政府的力量，就像花莲跟新北市一样，帮大家去做集体的一个行政诉愿诉讼以及释宪。这个我们台南市政府将来如果高士博来在这边服务的话，我们帮大家做这个事情，大家市政府来帮大家打官司，大家说好不好？另外，刚刚我们雅琪大姐说到本土化的一个迷思，这个部分我相信在选举的后段，我们跟民进党的候选人民调呈现交叉，就是我们跟他越来越逼近，大家进入相持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到9月以后，民进党一定会发动这个爱台湾不爱台湾的这个论述，来一刀切想要把我们国民党再一次打成跟大陆互通，然后呢这个出卖台湾。这一点我可以跟所有的长辈报告，
高师傅在这个部分，我有充分的准备，也有充分的论述，我要去应对这一件事情。哦，以前啦，大家真济，咱伫台南选举的时阵啦，大家拢对这项代志拢做想的啦，哦，拢做想的啦。我不打算要这样做。哦，我这一次跟民进党的选举，我打算在很多他们会提出来的这种议题的挑战上面，我打算跟他们硬碰硬。啊，我不打算做任何的闪避。比方说，有几个事情，包括死刑，包括同性婚姻，包括这个跟大陆之间，也就是传统所谓的统独议题，我都打算跟他们硬碰硬。好，那这个硬碰硬，我认为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好，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然得利啦，公会清澈啦，我认为我们会获胜。好，我认为我们会获胜。我们跟以前要采取闪躲的策略，我认为不是那么的正确。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把话说清楚，所以以至于造成我们自己的支持者，大家对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认为这个态度应该要改变。比方说像死刑这件事情。全台湾有80%以上的人，大家都支持要维持死刑，而且支持依法执行死刑。这个事情有什么好不能大声说出来？全台湾一样，尤其我们台南有70%以上的人，大家都认为同性婚姻应该用另外一个专法来处理，而不应该去修改民法里面父母夫妻这种性别传统性别的一个规定。全台湾70%的人都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敢大声的说出来？同性婚姻本来就应该用专法处理，不应该用民法来处理。改民法，我坚决反对。哦，这个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的问题。同样的，刚刚大姐讲到说本土的民事，我们台湾的90%的人。大家都认为我们要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政治制度，但是同样的，没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要跟大陆进入一个敌意的一个循环，就是我们好像把他当敌人，然后也惹得他把我们当敌人，然后大家不断的在这个循环中，我们的经济永远不会好。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的循环里面。如果我们可以跟大陆和睦相处的话，咱台南啦，经济非常有希望啦。包括我们的农渔产品，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比方说盛产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话，我们通通可以以大陆当做我们的后援基地。我们台南的观光客也会源源不断，因为我们台南是跟大陆最有历史渊源、最有文化渊源的地方。这些事情我们每一样都要跟所有的市民讲清楚，未来要怎么做。高师傅在这些事情上面不会采取闪躲的态度，我们会把大家心里想说的话，我们要跟市民讲清楚，我们要这样子来赢这个选举。好，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讲重点，我们一定要讲重点。哦，不要那个之前啊闪来闪去，哦，不讲重点就是闪来闪去，所以哦一直讲不到重点，哈，我们没有下围了，好，我们就是直接直球对决，好，下礼拜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我去上那个民视的彭文正那个节目哈，我跟其他我们所有的台南市长候选人啦，好，除了陈子进局长以外，我们大家都去了，我们大家都去了。就我一个人跟他们其他绿的人，大家在民视那个节目，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也是讲的非常的直接。他们讲东京奥运证明，好，公投问我这个赞不赞成？好，我跟他讲公投不可能赞成，因为我们有中华民国宪法，所以不可能赞成。好，我就是要保持这样的态度，好，而且我也不打算去闪这些事情，闪啦！我赞成之前好几位，尤其是洪秀柱啦的一个讲法，我赞成啦。我们就是因为闪啦，所以我们凸显出国民党的价值。好，
好，这个我赞成。好，所以我不会闪，所以跟这位前辈报告，我会讲重点。好，我会讲重点。你可以问我所有你认为最直球的问题，我都会直球的回答。好，最后那个 app， 好，我们有在做。好，我们有在做。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听到谣言，我讲这一次民进党可能会输，但是他怎么讲？他讲民进党有神，民进党在造神。我讲不是神，是钱，是那个东西，他们会买票。所以，我把这件事情讲起来，我亲自听到的，在那些水准低的人，乡下地方会发生作用。因为我以前干散文的时候，我们去拉票，那个老太婆就讲。无解报，报告完毕。好，谢谢。还有谢谢，来，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最后讲一点建议可以吗？我希望我们在场的小组长，每人在你们的一个里里面，争取100名真正投票我们国民党的，来支持高士博当选，好不好？好，谢谢，好，感谢。那刚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赵前辈讲的那个买票的问题。刚刚那个我们赵北北讲这个买票的这个问题啊，现在民进党它不只是有金钱上的优势啊，好，它还有掌握司法的优势啊，好，所以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好，我们只要任何一点不规矩的地方，都很可能会被他们的司法机关这个对我们半蓝半绿，好，所以你看马英九的那个案子啊，抓到一点点他们觉得可以起诉的地方，好，请大家注意，因为我本身也是学法律，我也当过律师，所以我讲话其实还算蛮准确的，啊，抓到一点点可以起诉的地方，马英九绝对没有违法但是他们可以抓到一点可以起诉的地方，他们就起诉，好，所以对于我们要怎么应对他们买票这件事情，因为司法机关不在我们手里面，所以将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组织我们自己的支持者，形成一个抓贿的大队，好，那这个其实在现在很多大规模的去做这个买票的事情很难被人家察觉但是他们有一些很奇特的管道这个我们是要特别注意，好，比方说我有听到过一个他们买的方式，好，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因为民进党跟某一个教会的系统，某一个教会的系统很熟啊，大家知道这主要是长老教会的系统很熟，他们会有时候借着一个做法就是说这个会给那个信徒在聚会结束的时候送那个圣礼送圣礼。那结果他们有一次就说今天这个不发圣礼今天就改发这个现金改发现金给大家去这个祝福给大家祝福。那教会的这个事情一般人很少会注意很少会注意。那像他这种系统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各个地方可能都需要很大量的志工去抓，然后去这个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抓到之后，除了这个司法的手段要用以外，我们也会准备好应变的一个大队，应变的一个机制。我们第一时间一定会让他在媒体大量的去散播。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刚刚有一位大哥讲说，用 App 用现在的这种APP 去做资讯的散发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能够群组的话，都能够自发性的群组，然后呢，是不是把这些群组
都集中通知一下我们的这个黄国民黄国南党部这一边，好，让他知道说这些群组都是我们的群组。那我们也可以将来把这些讯息，不管是我的讯息或者是市议员的讯息，我们都透过党部把它散到这个群组里面去。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大家自发性的去组这个群组。您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组起来之后，是不是跟我们党职的这些干部讲一下说，这个群组是我们的群组，然后把他们加1个人进来，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散播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好，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件事。好，那赖下每个人大家都有，所以可以拜托大家做这件事情。谢谢。谢谢。我补充一下，刚才世博有提到这个 line， 我们这个黄国南党部1到9区、1到10区、2到10区，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群组。我自己的支党部黄国平、黄国南也有一个群组，所以我们总共有，包括黄国平，我们总共有15个区，有15个群组，再加支党部，我们有17个群组。各位，您有任何的意见，您都可以告诉我们这17个群组里面，我们会把任何您提出来的意见，我们会转告给我们世博候选人，好吧？那么现在我们请郭是的，各位长官、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呢，小弟这个来参加会议之前，地方的先进同志请我转达一件事情，就是警察的这个退休这一次被砍得很严重，他们非常不公平，心里面也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国民党都替这个军人在维护他们的这个年金改革，那我们警察比你们还辛苦，因为他们警察这个警官跟警署的这个薪水差别很大，所以他说这一次年金改革他们真的被砍得很惨如果这个在会议上能够帮他表达，希望我们国民党也能够在这个方面帮助他们，就是做刚才市长也有提到将来。